咁今日啦就同大家一齊去到答卷啦。咁其實咧，當你收到一份 DSE 卷又好啦，或者學校嘅卷嘅時候咧，你一開頭啦就睇下你個資料冊到底咧大概係講啲咩先。咁其實啦，當你一睇到咧，就請你咧就望一望嗰啲咧。就係嗰啲小嘅標題啦。咁呢啲咁嘅小嘅標題咧，其實會話到俾你聽啲乜嘢咧？就係會話到俾你聽咧，到底每一個嘅資料佢係話即係大概概述啦，係講緊啲乜嘢嘅。咁好明顯啦，如果咧你係咁樣睇嘅話咧，你望得到咩旅遊發展局嗰啲啦，等等等等啦，其實大多數咧都係可能啦講緊多元文化啦，關於旅遊業啊等等嘅一啲東西嚟嘅。而另外一題啦，佢咧就話鄧小平嘅第3卷啦，咁可能咧，對外開放嘅城市，咁即係可能講緊啲咩經濟特區咯 ，OK 嘅一啲範疇咯，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從咧一啲嘅小標題啦，間到咧一啲唔同嘅資料出嚟啦，咁樣咧，從而咧就係去到咧幫助我哋咧答卷嘅。咁當啦你咧喺睇晒小標題之後咧，我哋就望一望咧份卷嘅一啲題目啦。咁樣咧，佢咧就通常咧喺第一二題咧，就希望啦你可以咧能夠咧就係利用到你自己嘅 common sense 啦，或者係用到你自己嘅一啲寫作能力啊，或者一啲真係你平時思考見得到嘅一啲嘢嚟嘅。咁樣咧，所以啦，今條題目嘅第一題咧就叫你舉出一項香港具多元文化特色嘅餐廳，咁你可以答到啲咩咧？咁其實咧好明顯，你可以答一啲可能你話麥記啦，即係麥當勞啦，你寫，跟住又或者你寫大快活、大家樂嗰啲都得嘅。咁但係咯，你答完呢一啲嘢之後，你要諗一諗，到底佢有冇多元文化嘅特徵喎？即係例如，如果佢入邊有啲獨特嘅食物嘅，可能一個係嚟自非洲啦，另外一個嚟自美國咁樣啦，然之後咧呢個係嚟自香港咁樣嘅港式奶茶咁樣嘅，咁你咪可以講得到入邊原來係有一個多元文化嘅特徵咯。咁而第二題啦，佢就真係會問你。有機會咧就會話，多元文化嘅特徵入邊嘅一啲食物係點樣可以呈現得到嘅咧？咁所以啦，有陣時咧，你答完第一步之後咧，你要睇埋第二步嘅 ，OK？你因為要去到説明咧係描述加解釋啦 ，OK？咁咩叫描述加解釋咧？各位嗱，好簡單啦，描述咧係寫一啲表面嘅嘢㗎。OK， 通常描述咧係寫一啲表面嘅嘢㗎，解釋咧就係一啲深層嘅意思嚟㗎。OK， 咁咩叫深層意思同埋表面咧？即係例如啦 ，OK， 麥當勞 ，OK， 咁佢表層嗰件嘢咪就係嗰個食物嘅名稱咯。OK， 嗰件食物嘅名稱咯，但係深層嘅意思係啲乜嘢啊？就係呢件嘅食物佢嚟嘅地方 ，OK， 佢嘅來源產地啊 ，OK， 咁呢啲咪就係講緊我哋嘅深層嘅意思咯 ，OK， 咁所以你要答得到第一樣嘢，表面嘅係人都會知嘅一啲嘢 ，OK， 深層嘅可能唔係好多人知嘅 ，OK， 你要話到俾佢聽嘅 ，OK， 可能要突出一啲來源嘅產地，例如係真係括住係寫住香港嘅或者係港式奶茶。咁樣啦，先至可以突顯得到咧，佢到底條題目想你答到啲乜嘢嘅。咁所以2分嘅題目咧，你要答得到第一樣嘢描述啦，第二樣嘢要解釋。OK， 咁就係咁樣啦。咁然之後第 B 題啦，佢就話根據資料 A、B 啦，咁又係一樣啦。你收到份卷嘅時候咧，有機會咧，你就會盲目對睇呢個嘅資料冊啦，咁就忘記咗呢條題目咧到底揾咩資料。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請你要望一望每一條題目，佢都會話俾你聽咧，到底要根據啲咩資料嘅。OK，咁佢而家就話，如何利用美食天堂呢個嘅美譽推廣咧？通常咧話親呢一啲嘅東西嘅時候，美食天堂啊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咁樣咧你就要話到俾佢聽點樣推廣文化，因為佢話你如何啊嘛，咁你就要俾一啲嘅建議啦，即係 I mean 呢個建議咧，你要留意啊嚇，呢個建議咧唔係你平時寫可能評論啦，中文嘅評論嗰啲建議嚟嘅，呢啲嘅建議咧其實就係所咧引述翻呢一個嘅資料去到做延伸嘅建議。OK， 咁你就唔好傻更更地咧自己俾咗啲建議佢。OK， 你係要引述
資料去到俾建議。同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當你引述資料嘅時候咧，你係必須要引述全部佢俾你嘅資料。佢叫你引述 A、B， 咁你 A、B 都要答，唔係淨係抽 A 嘅資料，係要抽埋 B 嘅資料。咁所以咧，當你咧睇下 A 嘅資料嘅時候，可能你就會見得到美食天堂嘅美譽，然之後你就照抄啦，係咪？照抄一堆嘢啦。咁但係問題係啲乜嘢咧？問題係啦，你冇咧引述 B 嘅話，可能你話啊冇一啲嘅茶餐廳嘅例子啊咁樣咧，咁佢咧又會唔俾分你嘅。咁所以啦，換轉頭嚟講啦，你記住係要從資料去到引申，去到延伸翻你嘅一啲你自己嘅建議，你自己嘅觀點嘅。OK， 係啦。咁樣咧就可以運用翻你嘅所知啦。咁然之後上一次都有講過啦，通常咧出呢啲咁嘅題目咧，即係一條咁樣啦，又括翻去咧，呢個係你要作答嘅範圍啦。OK， 你要作答嘅範圍啦。咁今次條題目得4分嘅，咁你就可以作答可能得2個 point 左右啦。咁其實咧，如果佢出得多啲嘅話，佢可能會出6分嘅呢啲題目。OK， 會出6分嘅。咁樣咧，佢而家就叫你啦，所提供嘅資料，即係所有資料啦。OK， 所有嘅資料啦，去到做參考。OK， 所有資料去到做參考。咁啊，佢就話啦，點樣去到支持翻呢個嘅睇法咧 ？OK， 咁你就要答得到，從資料抽翻佢嗰個嘅呢一個嘅特點，就係咧有助歷史嘅傳承。OK， 就係你要答得到嘅一個內容嘅 main 嘅內容啦。OK， 最主要嘅一個內容啦。OK， 咁呢個就係4分嘅題目啦。咁然之後去到第二題啦。咁樣咧，第二題啦就出咗條 MC 嘅，咁就叫你4選1啦。咁樣咧，公社咧就千祈唔好嗰啲咩3長就1短嗰啲啦，跟住就揀最短嗰啲啦，千祈唔好咁樣啦。因為喺公社科入邊咧，基本上咧佢啲描述咧係好直白噶啦，已經 OK 係已經好直白噶啦。咁佢咧基本上你從資料入邊可以揾得到一啲嘅答案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啦，你自己咧可以嘗試一下咧，從資料揾翻個答案出嚟。如果真係冇嘅話咧，咁你咧就唯有真係試下亂撞啦，揾一個咧較為合邏輯嘅一個答案出嚟啦。咁所以咧就 MC 咧其實就大概上係揾邏輯嘅推理嘅啫。OK， 咁啊然之後啦 B 題啦，佢而家就叫你咧舉出一個嘅經濟特區啦。咁呢啲經濟特區咧有學過㗎啦，即係嗰啲咩汕頭啊嗰啲啦。咁所以咧都係考翻你已有知識嘅啫。咁呢度1分嘅啫。OK， 咁你唔答咧，個失分咧都唔算太嚴重嘅。但係如果你識答嘅話咧，咁你就會比平常人咧就可能就係同一個 level 咯。OK， 如果你唔答呢條嘅話咧，咁就可能令到你份卷咧嘅嗰個等級咧就會降一個 grade。不過咧都未算去到咧真係咁嚴重嘅，因為可能每一個人咧都唔識答嘅時候咧，咁你咧就個 grade 咧就唔會變嘅。OK， 咁不過盡量都要答翻呢啲已有知識嘅題目啦。咁然之後 C 題啦，就係咧參考資料 A 咧，佢就話咧指出同埋要説明。咁呢度咧佢而家話就係指出同埋説明啦。咁得2分啫。咁但係啦，你之前有講過咧係要描述加解釋噶嘛。當你要答説明嘅題目嘅時候，咁到底我點樣咧可以答呢啲嘅題目咧？咁首先指出啦，其實咧你就要講得出佢有啲咩嘅好處啦。OK， 有啲咩好處啦？咁又係表層意思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位置咧描述咧，你就係可以引申埋去到好處呢個位置，咁樣咧就可以搞掂晒，同一時間搞掂晒描述同埋好處啦。咁而解釋咧，你就要解釋翻從資料入邊咧解釋翻咧佢嘅描述，或者你可以解釋翻佢嘅好處，咁樣咧就可以攞晒2分啦喺呢一題入邊。咁然之後啦，去到資料 B 嘅題目啦，佢就話啦，叫你描述一下咧1978年去到2020年咧，佢嘅中國唔同地區嘅生產總值啦。咁樣咧呢一條嘅題目咧，就想咧同大家一齊咧去到睇一睇個資料先，因為之前都有教過啦。咁樣咧其實啦，你喺個資料入邊咧會睇得到啦，唔同嘅地區
唔同嘅年份，由1978去到2020年 ，OK， 2020年，咁你就要描述唔同嘅地區嘅一啲變化啦。咁樣咧，基本上咧，你係要咁樣去到數落去睇㗎，OK， 你要咁樣數落去睇㗎。你首先要先講咗東部地區 ，OK， 東部地區佢嘅增長係點樣？佢嘅增長率係點樣？因為咧，佢而家咧問緊你啲乜嘢？佢問緊你呢一個嘅生產總值。咁但係其實咧，佢主要咧，佢叫你描述啊，描述咧，即係解緊咧，你係要答佢嘅趨勢㗎。佢雖然咧係冇好直白咁樣同你去講啦，咁但係你係要答到佢嘅趨勢啦。咁所以咧，喺呢一題入邊咧，你要答得到由1978年 ，OK， 佢嘅數字係幾多？或者你答佢嘅全國嘅總值百分比係幾多 ？OK， 咁跟住啦，你答完呢啲嘢之後啦，跟住佢係上升啊，定係下跌咧 ？OK， 你要答得到呢樣嘢啦。OK， 咁然之後啦，去到2020年咯喎，呢度 OK， 咁到底佢又係幾多個 percent 咧 ？OK， 你又要答得到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每一個位置，東部、中部、西部都係要咁樣去到答。OK， 佢係上升定係下降咧？最後尾就俾翻個小結佢，證明咗全國啦 ，OK 嘅地區嘅生產總值咧係有上升嘅趨勢㗎。OK， 咁呢個咧就係你要答得到資料 B 嘅一啲內容啦。咁然之後咧，我哋繼續落去睇翻條題目先。咁樣咧，佢就話承上題啦。咁啊，參考呢個嘅資料 C 啦，就你所知啦，去到説明啦，即係描述加解釋啦。OK，佢咧到底啦，點解會出現呢個嘅轉變嘅特徵嘅原因 ？OK， 咁你就要答得到啲咩咧？咁啊，就係要答得到資料 C 嘅內容啦。咁但係咧，你都係要用翻資料 B 嘅。OK，咁因為咧，佢話承上題，所以除咗用資料 C 之外咧，你都要用翻資料 B 嘅。咁其實啦，好明顯㗎啦。如果佢問你個原因係啲乜嘢，你嚟嚟去去睇呢一段咧，都係得一個嘅因素，就係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嚟呢個政策。咁你就要從個政策咧去到做推論啦。OK， 從個政策去到做推論啦。所以咧，有陣時咧，你揾呢啲咁嘅題目嘅時候咧，你可以從個政策方面啦去到做一個推論，咁啊推翻個答案出嚟啦。咁啊，你描述嘅部分咧，就係基本上就係抄資料啦。解釋嘅部分咧，你就嘗試下用下你就你所知，即係你書本入邊嘅內容。OK， 書本入邊嘅內容，咁其實呢條咧都算係綜合國力嘅嗰個課題嘅。OK， 綜合國力嘅課題啦，咁所以咧，你咧可以嘗試下用下你綜合國力入邊學過嘅一啲知識啦，去到做一個嘅答題方向，咁啊答咗4分咧就 OK 啦。咁所以咧嗰個嘅篇幅唔係好多啫，你基本上抄資料嘅時候咧，你已經有1至2分㗎啦呢度。咁然之後咧，就你所知啦，呢度咧就係會有另外嘅嗰2分啦。咁所以咧，記住要描述加解釋，咁啊描述咧就2分啦。解釋都係2分嘅。咁呢條片啦就係教咗你咧點樣去到從嗰個嘅資料啦同埋題目嗰度咧去到揾翻個答案出嚟啦。